平白无故的，正好与他相见啊。这个，对，相公，你就说玩他这个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对我外见于他，不就可见到他了吗？文静，你真聪明，为家种种忧伤，先到前面问问去吧。
像是女生的声音，莫非月英来了？给我多过一旁困来。请问谁家之人访民？咦，你的外姐还是来派请的，奉上性命做什么？不带上性命，正好随便外界。我要亲手交还本人。这话倒有点道理。没有道理，小生我就不识了。哟，看你胆子不大，这张嘴倒卖脸。奇过，奇过。真是个死呆子。姐姐无事，小弟今日又下落了，侬是被他摘去的。你给他玩就是。他是若不要教外本身，我不杀小弟性命，他就是不可外见。哎呀，你不先问问他是何人？哎，我去问嘞。喂，我来问你，你姓上名谁？小生龙滚宝。什么？你叫龙滚宝？原来我家小鸡船上杀气的龙公子就是你呀！真是小生，真是小生。这一回吧，去吧。你早也是龙滚宝。今天见了面，怎么反倒要回房去，连姐都不要了呢？姐姐啊，你去告诉他，监管之上开于我的性命，叫他交给你就是。是。龙公子，我家小弟名叫何月英，监管之上刻有他的名字，你就叫记我吧。我要面交本人，请你回禀小姐。
你，想必一切都好。好师兄之话都是好意，师兄文章想着他也着急了。妹呀，自从两老把酒动，我苦头文章在四本，年年教义总家园。大地竟能背上青鸾，什么头盔上金銮，还在一阵刀刀来龙源，路曾遭地无村。师兄啊，今日里许两江姻缘，父辈恩怨父辈事，你我妻子别情意浓。实在见你气上吊，想不到多年不见，师妹成为巾帼英雄。师兄夸奖了，至于师兄看谁同唱甘舞共路乱，从此气门起佛念
有
兵部方明三子配落地。什么？配女衣？莫非她就是那愚公他的女儿吗？正是。这正是一段良缘，天之路啊！哎，少爷，弄啥天是良缘，配给谁呀？哎，我配给少爷母，他还能配给谁呀？你笑什么？我晓得他配不上我。配得上啊！少爷可能非不相貌大力挑引，他是本贵不管良，他不管得来所向披靡，几多是随我提亲到黑府。少才能家来聚亲，女儿终身配好门，从此倾家尽地心，我悲于靠山同用力，七八喜到夫人。夫人啊，少才来了娶亲人，为我女儿把门登，郎才女貌真相配。老夫我手下聘礼许终身，三人在金去，天作之人进门。老爷已用婚，老身陪你也欢喜。龙国宝真是很的。什么龙冠宝？老爷，你不是答应龙家的亲事了吗？什么龙家翁家？我是把他许配人家了。人家是啊，当今兵部大堂，人中娃之子龙必争。哎呀，恰原来当官的对龙错人。老爷呀，就是你女儿来招聘，怎将相聚定终身？龙冠宝记着王妹来。这话告诉你，龙家也曾来杀亲，被我委屈了。老爷，不必动气，我一句不必跟。冷的正轻松平议，一到客厅，你说书上人将此告诉女儿。终身大事，激动儿媳，女儿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。
他心，世事万万难一成。世事万万难一成，3000之内定成亲。总不能说皇上花心了，一笔人开上一笔不生。难道你私自有成啊？也你一啥不义用？老夫我怎么也啊？亲手雷门3气呀！想起师兄才来为他生，也罢，来他来的他怒，我也想去把家生。弟弟呀，是出得算幸福配，大王用儿喜事成。今生一往心细细，明朝堂心情为一。明朝为营，明朝为一，一定为营。一定为一。此次也好，你要仔细想嘞，不得违抗。你还知道送你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请回去，带我去禀告母亲，求他做主。
姐姐啊，待公子下来，四妹正中告辞了。公子在我来。小弟开门，小弟开门来。莫非师兄有急事，去而复回？司仪，快开门去。咦，灯还了得我掌灯去。师兄有急事，去而复回。我玉华旦设府房。啊，其实嘛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吧。司仪，司仪，不要叫。司仪，快把门你是何人？小飞，小生不识，你哪里会知道？遇见小飞三生意，成婚年长喜开心。小生非是别处，原是你飞黄的姑爷能比真。凡情此言，怒何盼？夫妻还与对对称。大胆黄毛不自私，一场血泪为何？小飞呀，今日一定把你拿
演戏，你为我这等模样啊？去你的！都是你那宝贝的女儿，将我都当了一等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演戏人在客厅，女儿身居秀女，她为我恰要当你呀！大哥，哎呀，侬不晓得。我正在客厅等侬，欲断去道，欲花月问，不想曾碰上你的女儿，她不问青扫把，就将我都当了一等。哎呦呦呦呦！侬看，这我了得，给我上路查问清楚，重责不得。你说什么？昔日孟二门通通打开，小姐不见了。好啊！一定是你这老儿放走了你的女儿。走，接我不掉去。好啦，演戏，今日是我所许，岂为放回？只因小女儿我那龙魂宝从小东厂，龙家也正来杀亲，故而他不肯义用你的亲子啊。龙冠宝，莫非就是被我父存这一本下这为名的龙三位的儿子吗？正是。好啊，龙冠宝啊，龙冠宝！你尽管强抢我的老婆，我一定死不了你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演戏，演戏，演戏！哎呀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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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告诉你，要是龙冠宝不治，你女儿的心是不会死的。不知演戏有妙计呀！扶上来！好主意，好主意！哈哈哈！笑什么？还不快把你的女儿接我找回来！哎呦呦呦呦呦！
小金昂逼婚，害得我茫茫天涯赴此奔。原来是此啊！小娘人定将你朝廷，岂能随风飘零？莫是上我到花上去。
死期严重的严重，要为们哟，随我龙家抓人去呀！我
去，四妹非儿不嫁，此意已决，弟弟明镜。哎呀，你呀！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情况？刚才是一来报信，说是人的丈夫刚好家私通他或三强他，就要派兵抓上来了。人在心头的刀，无良为逃原是是刀是金是红。弟弟，儿到公堂之上相争对，距离真才老人，问他私通大道真因何在？哎呀！人教四大把当朝，李成官府最狂为，你少是高到公堂去，自从去以为西谁凌晨啊我自己女儿来做的中间事难明理，人一时亏欠赔不在他衙门去。老的说说到头尾，弟弟，三儿闯下大雾，岂可连累于你？弟弟，你快到最了吧？不，你怕走吧？弟弟，不晓儿生与你在一起，死也与你在一起呀。为吾年迈，一
听雨个声音，好像是龙龟报。哦，与我静静地追呀滚。是。
主人，还我无事。你不要明了，此话怎讲？这上龙上中，忙水出门，你让谁吃谁叫？大概是当孙及他们当爹心。山中果真有马水，我还会骗你？你看，我是天天在此当拉的人。原来是为英勇夺梦的心，小生这厢有礼，这厢有礼。真是个死呆子！喂，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，怎么一人在此皇上眼里？哎，姑娘啊，小生家是在山东，老母昔年把中梦，我命官报本姓龙，一帮家人争得中。今日一帮家人共事泪落皇上中。这位小姐儿女英，我与她相聚为证，结了盟。冷小姐绝会不在心为我父子把道空，无可奈何到成为。当儿有应小姐你，他也是到出家门无意中，听他一来心气软，公事啊无意伤心是一种。请问姑娘芳名？张翠英是我命我心思太起舞，你朝中老无名将张国忠，雄为显赫贞观中。他只因帮着兵他你，不愿出西八折中，能出一本黄言咒，我无与比天牢中。原来林真与我父是同朝为官，一派人的所为，你我真是同病相怜啊！为听我无缘出世，为官子修西从，听官当夫恩家奴，你乃一乡最匆匆，不投情不语到此生。当然为生财上龙。
女兄我不要紧，这里精彩之所以姑姑作为路妃，谁这么死的？哎呀，叫你水下你就水下，是次多谢你了。上马吧。上吧，我送你一程。我男人骑马，你女子走路，使不得也，使不得也。哎呀，这话说乱了，你管什么？上去吧。这个上吧。哥哥，我扶你上去。好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什么声音？不好，是这病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与我你一起采地吧。龙官宝骑马到最前，我是个怎样的？原来是一个黄毛丫头，尽管当是我的去路，与我拿下了。小菊，兄长被马逮住，定算上京国考，这小菊恰掉谁
来来来，你我同上。
是见到门徒来出招。爸，侄子啊，侄子，今天自上八里地。小弟与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？开玩笑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哟！常员公，你睁开眼睛仔细瞧，我与你怎么样？趁你定睛来两相交。不对呀！以前分明是男子汉，回应却是女窈窕。上龙山到此路迢迢，他怎为无常去赴汤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京都来的姑姑啊，从山上吹上龙，女扮男装到京中，累累当时能家将，夫唱得中常员工，实践文昌。发了
下落。可是你们夫妻相为，以何为基？只有一文一武相救一对。此次这相群居然放在我这里，我替你去找。这个你放心，嫂嫂抱在我的身上，一定找到外力。只是多谢你们。两位长员公，今有兵部冷大人上面启奏，声明副科长为张官报挂杀，本科长为龙龙警卫先官，冷必正解救，立即发兵增加桃花上。一道佳音四三通，天真多几人送。实际今天把本领，孤身他还在心中。累得当时人家将公报私走全热龙，因你发财外遇苦死生，怎能当起风？人必真精神当解救，分明是妖魔名少桃花风。不啊！
没有，没有。月影的相聚不离身，他的相聚不踪影。师兄啊，问你相聚在何处？相聚一花归阴分。好似女生命，为何相聚在他身？各自回应他是谁？他就是辛苦状元张国宝。夫人乃是男人，不，反而中他实实在在是女神。她果真是女人，果真是女神。多大年纪19岁，相貌是何花容月貌，与四妹不相上下。这下放下了，表弟叫你帮李九四妹，怎么把我绑起来了？哪个是你四妹？你听我说谁呀都已绑上去。四妹。七死无疑。龙梦景啊，龙梦景，你一个小小的状元，尽管上本，穿罪无负。现在你被强盗捉去，我看你的小命，就难保了啊！三早起身三月令，金色皇帝来交阵，见西策马不敌城。弟子生于心不宁。七死无疑，拜祭公帝。好言学为三累了，教尊身为时候。公帝呀，实在下山把地讨，两军对阵传奇好，你讨西风是哪一户？老夫不知，今日琳琅蒙混宝。哎，我儿问上一书生，怎能领兵到山
有此事？你可曾与他同到桥？你强瞧他不乱叫。啊，哎，你本该与他相生才是，怎么动起无来呢？你不本当把他生，你为何不生呢？我见他相聚才生，是蹊跷。相救那是你们定亲之问，怎么不结呢？他说相聚在回应谁？回应又是何人？他就是明明的元杀张官宝。哎，回应那是女人名士，怎么就是张官宝呢？袁家生那张官宝乃是女扮乱造，哦请公敌作主。他因在何处？本我帮上山来了，快快打来见我。即将帮上来。儿啊，弟弟，儿啊！弟弟，敖兄，你打帮送了也好受啊！哼，快在公敌门上，即将与他送房子。启禀宅子，那张官宝来得厉害，口口声声要宅子放出龙仙宫，时常不在，定要他兵前上。快快上身，要官宝，我皇上驾驭怒气高，手提人枪下山去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杀了张国宝，我还难消。弟弟，为什么不帮我拉住他呀？小畜生！你做的好！你比难忘明才他为吾陪吾曾死去，多亏艰辛他并来，杀身皇室将我去。他对你情深意重，难尽天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，报心为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我能问你，你为何把你和若英定亲之门认成好生？弟弟说的可是那相君真是弟弟呀！小生弟弟你不知你，我只会将相君等他分，这因失落在途中，你们保证运到死去。你呢？孩儿途中女归阴，多亏他奋勇太在兵，年纪近安为兄妹。哦，原来是此事。阿燕儿啊，两夫相对别有一伤，你快
他快下山劝阻去吧。心急忙走一阵。
变了。你母子左斗乱，贼滔滔，今日里替王为渭南出逃。啊！问问天大的无畏，私家人当私家人呐！天大的无畏两分凶，私家的莫须再争吵。对因美丽最气恼，花花上的金啊烧烧。刚才与你开玩笑，还望你可姑姑的上将我到。想起了实在的人开杀人香，还须离去把小姑讲。实在做的老妈，把小姑不要牵回。儿小的许不好，为他应要不与自伤。俺儿子我进楼，你官人听。这正是大赛冲到了龙王庙。是嘞，你是我的妹丈了，你也是我的妹丈。你也是我的嫂嫂。姑姑，嫂嫂今天到了，这相聚万几里。哈哈哈哈哈！今生你们两对夫妻相会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见当女子有家难归，以老夫之见，就是这少